完全是自费来的，包括他们的机票费，包括这些道具的运输，完全都是他们出钱出力，自己来参加我们南屿国际民俗艺术节。所以，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，非常感谢他们的一个用心。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感恩谢谢真苦。那今天晚上他们演出完之后，就即将离开台南，离开台湾，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市长要来赠送我们的感谢。那接续我需要大家的配合，当我们送上我们最深的感谢的时候，也麻烦大家一起用掌声一起来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谢谢副市长。那么我们。